你迄头同样没讲法。啊！好啊。 这种写作方式其实对我来讲，因为我接听到先生几条头讲，佢一种有对唱记录用谱号，过来再个自家去翻译嘅一种神奇的过程。我知道佢喊佢唱是一种仪式，对我条来讲，我知道听起来当像神话。这招来娱乐，他们当到其他嫌弃，佢后生嘅时间嫌弃非常嘅广泛，每一下因为爱集中精神攞时间写作。 嗰時一條險刺全鋪出鑊踢咧。